主顯節後星期四，恭讀聖若望一書。弟兄們，我們應該愛，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。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，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，便是撒謊的。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，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。我們從他蒙受了這命令：那愛天主的，也該愛自己的弟兄。凡信耶穌為默西亞的，是由天主所生的；凡愛生他之父的，也必愛那由他所生的。幾時我們愛天主，又遵行他的誡命，由此知道我們真愛天主的子女。原來愛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誡命，而他的誡命並不沉重，因為凡是天主所生的，必得勝世界。得勝世界的勝利武器，就是我們的信德。上主的話。今日嘅聖經呢，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應該要愛，但係原來因為天主愛咗我哋在先，有好多事物呢都係有先後嘅存在，同埋先後嘅關係。由於天主首先愛咗我哋，借住耶穌基督成就救恩呢，我哋今日都應該能夠有一份咁樣嘅愛。聖經話呢，假使有人同我哋話我愛天主，但係佢卻係惱恨佢自己嘅弟兄，聖經話呢啲就係撒謊者。嗰啲唔愛自己所睇見嘅弟兄，就唔能夠愛自己所睇唔見嘅天主。所以天主邀請我哋去愛係有理由。聖經講得好啱，好有智慧。睇得見嘅我哋都唔能夠愛，何來講睇唔見嘅天主呢？所以當我哋唔能夠愛一啲我哋睇得見嘅弟兄，而愛我哋嘅天主嘅時候，我哋既係一個撒謊者，而事實上呢，我哋咁樣去做，亦都唔能夠為任何人呢帶來祝福。我哋需要全心嘅去投入一個愛嘅世界，而正係因為我哋今日係活喺一個冷漠嘅世界裏邊，呢種嘅愛，就算係幾咁嘅微小，都能夠對呢一個黑暗灰心嘅世界咧，帶來些少嘅盼望。我哋願唔願意讓我哋周邊嘅人睇到呢一個希望，呢個盼望呢？今日嘅人係幾咁需要呢啲嘅鼓勵同埋呢啲嘅支持。今日嘅聖經最後嘅地方會講到，愛天主就係要遵行佢嘅誡命。而天主嘅誡命其實係唔重嘅，因為凡係天主所生嘅，就能夠得勝世界。得勝世界嘅武器就係我哋嘅信德。所以呢度呢，我哋睇到最後呢段嘅聖經係提及信，我哋就明白點解信望愛一體啊。當我哋能夠被天主激發到呢一種愛嘅時候，我哋呢就能夠好有希望咁樣，好有使命感咁樣去面對我哋嘅人生。其實呢個遵行誡命呢並唔難，我哋唔應該將或者話視嗰啲嘅誡命係一個好沉重嘅擔子，因為聖經已經好清楚講咗，我哋既係天主所生，就能夠得勝世界。所以呢場同魔鬼嘅決戰呢，我哋好清楚個結果。個結果就係天主嘅得勝。天主並且邀請我哋，佢要求我哋都係同佢一樣，能夠勝過魔鬼各樣嘅挑戰、誘惑同埋魔鬼嘅作為。我哋要肯定我哋自己，因為聖經頭先我讀出啦，已經佢話得勝世界嘅勝利武器就係我哋嘅信德。所以我哋點樣去培育我哋嘅信德呢？點樣去讓我哋嘅信德變得更加堅強呢？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課題。只要我哋嘅信德變得堅強嘅話呢，我哋呢就能夠面對種種唔同嘅考驗。讓我哋一齊祈禱。
天主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原來係你先愛咗我哋，所以因此呢，我哋好願意對你有一份愛嘅回應。我哋今日喺生活嘅裏邊活出信仰，都遇到好多嘅挑戰，但係求天主你幫助我哋喺我哋面對呢啲挑戰嘅時候，能夠堅信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主，信德喺我哋嘅生活中，我哋都了解，我哋都明白。但係縱然係了解同明白，但係如果我哋喺見證喺生活嘅行為中，我哋唔能夠展現出呢一個福音嘅精神呢，咁呢個福音呢，其實呢對人都係冇乜意義。求你真係幫助我哋，俾我哋切實嘅感受到我哋周邊嘅人對呢個真理嘅渴求。求你使用我哋，能夠喺傳遞真理、宣講真理嘅事上呢，能夠有呢個機會，有一個嘅參與，並且呢，我哋能夠對一啲去接受愛、接受信嘅人呢，成為一個嘅夥伴，我哋共同嘅走生命路。以上所求嘅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，阿們。